红孩儿。东山庄因师道4个人，一直往西边行，要去取经。这一日行到一片树林，看到2粒山相连的中央，落落去的所在，天顶铺一蕊云，云的色水是红色的。原来遐就是火云洞，有一个叫红孩儿的妖怪住伫内底。听人讲，食东山庄的肉会使终生不老。这个红孩儿就有迄落心思，想要来掠东山庄食伊的肉。红孩儿甲司机掠好准，伫东山庄因师道会经过的路呢，甲家己变做一个古锥的细汉囡仔，风伏伫树仔顶，看到东山庄因哪行哪活家己食。红孩儿雕工假吼，假做足惊吓的款，大大声喊讲：“师父救命！师父救命！”东山庄听到，就赶紧叫猪八戒甲红孩儿救来，佮叫孙悟空甲爱跪落的。其实孙悟空早就看出来红孩儿是一个妖怪，不二个也袂付出手，就先去中着红孩儿的诡计啊！红孩儿作法变一个足重的假人，囥伫孙悟空的脚趾兄，甲伊缀甲倒伫涂骹，袂震袂动，含要徛都徛袂起来。趁这个时阵，红孩儿化一阵风来，甲东山庄赶入去火云洞。过一时啊，孙悟空真无简单，才为假人下骹爬出来，就赶紧甲山神叫来问。山神讲：“迄个小妖怪是牛魔王因后生，住伫火云洞，足够怪的。可惜家己功夫好，四界共拍，欺负人。”这时孙悟空才知影，迄个小妖怪的身份是家己过去结拜兄弟牛魔王的后生。安尼算起来，嘛是家己的孙仔。伊就甲猪八戒教山悟净讲：“恁大家甲行李顾好势，我来去救师父。”讲煞，孙悟空就家己一个人飞去红孩儿的火云洞。孙悟空来到火云洞外口，大声喊讲：“红孩儿，我是恁老爸牛魔王的结拜兄弟，紧甲阮师父放出来！”过一下啊，火云洞的洞门开开，红孩儿穿一领红记记的风帽，手举一支长把遐长的火尖枪，为洞内行出来，班头盖威风，后壁阁有几个小妖怪对咧。孙悟空看到，喙议咧议咧，笑笑啊讲：“乖孙啊，真乖，真听话。”红孩儿甲火尖枪插伫涂骹，手叉腰讲：“谁毋是你的孙啊？”随讲煞，伊就为喙喷一拍三昧真火出来。这三昧真火正经是有够厉害，去互烧着的所在，拢清气动动。一瞬仔时间尔，火就炭甲规山片，红光光的火光，甲规粒山照甲光片片，四界拢阴蓬蓬，嘛甲孙悟空熏甲目屎流，目屎滴。红孩儿看到孙悟空落这的模样，全大声笑出来，笑甲嘴仔利塞塞，歪头甲小妖怪带咧，足嚣摆的转去火云洞。毋过孙悟空哪有可能遮尔简单就认输？伊想讲当面对抗袂使得，安尼就要用智慧来输赢。就伫咧孙悟空搁咧想办法的时阵，无意中去知影到红孩儿搁来要请牛魔王来食东山庄的肉。这牛魔王甲孙悟空是结拜兄弟，因两人识到有寸。孙悟空就想讲家己会当变做牛魔王的模样，就去火云洞内底甲红孩儿骗。
红孩儿看到孙悟空边的老爸来，随就向前去迎接。爸仔囝哪开讲，红孩儿哪吩咐下骹手人，甲人算传好好势，通好甲绑好势的东山庄藏落吹。看红孩儿安尼安排，孙悟空心内就急觉，毋过阁袂使表现出来。敢若会当假做无要无紧的款。过一阵啊，孙悟空甲红孩儿讲：“我的乖囝，阿爸即几工拄好食歹腹肚，咱若是过几工啊，才食东山庄的肉，好无？”想袂到即句话所引起红孩儿的尿意。红孩儿心内想讲：“阮老爸都上爱食肉，他会安尼讲？足奇怪的！”伊掠孙悟空金金属，正面甲看看咧，倒面阁甲看看咧，愈看愈感觉无对同。红孩儿就甲孙悟空问讲：“阿爸，我的生日是当时？”孙悟空根本就毋知影，怎假影爱困的形，哪哈戏哪讲。阿爸想袂起来，你去问恁阿母。红孩儿听孙悟空安尼讲，随大声喊：“大人啊，伊是孙悟空假，甲抓起来！”红孩儿一个喊，边仔的小妖怪拢围过，甲刀甲枪拢为孙悟空拄过。孙悟空用金箍棒挡咧，变转去伊家己的模样，喙笑目笑讲：“哪有后生拍老爸？”红孩儿听孙悟空安尼讲，气甲皮皮喘，甲伊的火尖枪抽出来，为孙悟空就拄过。孙悟空随变做一道金光，飞往南海去。请观世音菩萨斗相共。观世音菩萨听孙悟空说明了后，予徒弟去托塔天王李靖遐，甲借36支天公刀，山落来就甲孙悟空飞去火云洞的天顶。这时，观世音菩萨就甲要掠红孩儿的计划简单讲一遍，予孙悟空了解。孙悟空听了后，随甲观世音菩萨比大头帽兼额乐，连续讲3声赞。伊拱手甲观世音菩萨说道声，翻头就飞往火云洞去。孙悟空用金箍棒去弄火云洞的门，佮大声喊讲：“乖囝，紧开门，紧开门啦！”红孩儿本底就气甲无地通消透，听到下骹手人来讲，孙悟空搁来呛赌，火尖枪举咧，就要去拍孙悟空。孙悟空照观世音菩萨的计划，竟也拍袂赢，直直退，要甲红孩儿先为观世音菩萨遐去。红孩儿看到观世音菩萨，火尖枪怎换拄位伊遐去？观世音菩萨随甲家己甲孙悟空变做一道金光飞走。因本地徛的所在，敢若留一座千叶莲花台。红孩儿看因流宣，心内痛甲。伊看迄莲花台，感觉介趣味，就想要亲像观世音菩萨安尼坐伫顶面。谁知影伊拄坐落，四周围的花叶怎变做有刺的尖刀？原来这座莲花台是观世音菩萨用36支天公刀变的。这天公刀本身真硬正，刀喙来剑剑，甲红孩儿围伫中央，围甲袂震袂动。若是小可震动，就会互天公刀插着。红孩儿惊甲大声喊救命。观世音菩萨甲孙悟空伫
伫这个时阵，才出现伫伊的面头前。观世音菩萨问伊：“你敢愿意来我身边对我修行？”红孩儿直直点头应好。所摆观世音菩萨念咒语，互天公岛拢落来。不离个天公岛拄落了，红孩儿就配面，佮举火尖枪为观世音菩萨拄过。干那看观世音菩萨稳稳啊摕5个金色的箍仔出来，一个套伫红孩儿的头壳，剩的套伫伊的双骹甲双手。观世音菩萨佮念一摆咒语，迄金箍仔就缩甲按。红孩儿疼甲伫涂骹四界滚龙拍喷，即声红孩儿总算是认输啊，无佮反抗，乖乖啊对伫观世音菩萨身边。孙悟空看红孩儿已经袂佮作怪，就赶紧去火云洞甲东山庄救出来。要走进前，嘛顺线用金箍棒甲火云洞规个猫互歹。又搁再一摆，甲观世音菩萨说多谢了后，东山庄因师徒4个人就搁为西边行去，继续因要取经的任务啊。